Hello， 大家好，今日我哋就會嚟講 DSE 命題寫作技巧。咁我哋俾個問題出嚟先，就係點樣去選擇適合自己嘅題目呢？命題作文3選1，應該要點樣去選呢？首先第一個就係關於熟悉程度，亦即係我哋平時可能由中4開始到中6寫得最多嘅題號，或者係最擅長嘅題號，究竟係邊一題呢？然後我哋就會嚟分析文體，每一條題目其實都會有比較合適嘅文體選擇嘅。譬如第一題通常係記敘文啦，咁如果大家對記敘文非常之熟悉嘅，咁當然就去揀呢一條題目係最適合你噶啦。再者啦，就係呢條題目你有冇對應嘅非常之豐富嘅故事內容可以提供到啦，即係話你可唔可以寫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出嚟呢？或者你呢一個故事佢嘅脈絡可唔可以支撐你寫到成篇文章嘅字數出嚟呢？如果唔得嘅話，咁可能我哋就要去揀第二條題目啦。所以命題作文3選1，我哋要去揀嘅係自己熟悉嘅文體，同埋我擁有豐富嘅故事素材嘅題目啦。好，咁我哋而家咧就以2024年 DSE 為例子，去同大家講解一下點樣去揀題目啦。首先我哋嚟講第一題，是以我最想尋回的一件玩具為題，寫作文一篇。咁呢一條問題呢，佢嘅文體其實應該係記敘文或者係敘事抒情文，而核心嘅重點呢，應該就係最想尋回同埋玩具呢兩個嘅意思，佢哋背後嘅意義係乜嘢嘢啦。第二題，是以無愧的選擇為題，寫咗文章一篇。呢一篇文章嘅文體應該係說理文或者係敘事抒情文，而佢嘅核心重點呢，就係無愧同埋無悔之間有啲乜嘢區別。如果大家唔可以弄明白乜嘢係無愧的話，咁呢篇文章你寫出嚟一定就會有失分嘅地方啦。好，第三題其實就係遵守定還是係放棄諾言呢？你要喺呢個兩個選擇裏邊揀一個，然後去寫作文一篇。咁呢篇文章佢嘅文體係好明顯啦，就係議論文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佢嘅核心重點係乜嘢呢？其實就係你嘅論據究竟可唔可以去支持到你自己嘅論點？呢一樣係所有議論文裏邊最難嘅嘢啦。因為時間有限啦，所以我就只能夠講到喺呢度先啦。其實命題作文當中呢，審題係非常之重要嘅一環嚟嘅。大家喺考試嘅期間呢，應該要去用5分鐘嘅時間去審題，然後再選擇合適嘅題目咧去進行寫作。至於如果大家想要再深入或者詳細少少嘅一啲例子嘅講解嘅話呢，其實我係為大家去準備咗一份筆記嘅。如果大家需要嘅話呢，亦都可以揾我去查詢啦。咁多謝大家嘅支持先，呢條片到呢度呢就完結啦，拜拜。